虎尾寮污水处理厂本来就有一个旧厂，它的处理水量大概是12000吨左右。那目前来讲呢，随着我们台南市东区那一边跟永康路那一边的一些污水慢慢收集进来，水量有点不够处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扩建污水厂成为必须的事情。最主要是因为为了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啦那我们知道整个三连溪整治完以后，第一个它已经在沿线都不会淹水但是水质的部分我们要一并改善了所以我们就特地跟环境部来争取经费，来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94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台南市、台南县跟高雄县一起呢签署了一个二仁溪整治的愿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当时的环保署、现在的环境部，其实我们投入了很多资源来做这个整治前几年呢，甚至呢在二仁溪的出海口都可以捕到呢鳗苗。这一次呢，二仁溪的支流呢，就是三爷公溪这边的这个改善包括虎尾寮扩增它的处理的量能，以及呢把上游的污水截流到虎尾寮来处理。那这个呢，对这整个地区的水质的改善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三爷公溪呢，也可以从严重污染脱离。整个污水的一个处理，从这一边把水抽起来。它本来在地下水那个下水道管道系统里面，把它扬升到地面上来。接下来经过了这个地方来讲是除臭系统，3是沉淀池，把一些污水里面的一个比较颗粒状的一个东西沉降下来之后，比较澄清的水进入到第4，溶解在水里面的有机物质，我们利用生物处理的一个方式，利用厌氧跟耗氧曝气的一个方式，我们的一个水质呢，能够把它降到我们符合放流水标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三爷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正式启用。我们跟环境部合作，尤其环境部非常帮忙，对于我们东区的三爷溪上游的截流，还有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能够挹注大笔经费，让我们可以把三爷溪的上游开始，一方面能够截流，一方面能够让水质更净化，那可以让台南市的河川，这改善水质改善更进一大步。大家知道三爷溪的上游很多的部分都是这个家庭废水、民生废水所造成的，但我们一方面是努力希望能够接管。那接管的部分当然牵涉到由政府机关开始，跟民间机关一起来同步并行。另外一方面经过接管之后，这个进入下水道的这些污水就能够经过净化从过去1.2万吨变成2.7万吨，那能够排放这个1万吨的干净的水，那这样子对于三爷溪的水质净化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9月13日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协助金星人顺利找到头路，台湾金星保护会、台南甲高雄分会就持续规划餐饮训练课程。20档以来，已经让济金星人稳定就业。13号举办成果发表会，场面相当温馨。抱着一份重新回到就业市场的坚持，这群经生人甲少年是年度，现在成功经营办倒因的总铺师，做伙准备食材，要来展现学习成果。13号，台湾台南甲高雄地检署联合两地经生保护分会，就锁定餐饮的部分，举办技能训练培力观摩会。根据了解，这群经生人这3档来考出证照的比率高达80%以上，从事相关工作嘛大约有60%。所以会中嘛颁发台南分会4位得到中餐丙级证照学员，甚至也有上证照，相当难能可贵。呢，就是在没有考这个丙级跟乙级的那个烹饪的证照之前呢，曾经也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就是尽一点社会责任担任这个
台南分会更生保会的主委我们要承担起那个来协助他们的这个责任。那今天能够借这个场合，还有给他们成果发表的一个机会，能够带动我们全民能够关心他们、协助他们、鼓励他们、肯定他们。会中台南地检署嘛以地主的身份，感谢各界支持，互经新人会当点燃自我的价值，因为稳定就业就是回归社会关键。从2年就开始去办理这样的一个技训班，让我们的庚孙人透过这样的一个技训让他们得到的证照，考到的证照那不管在就业市场上有更好的，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肯定，然后也拿到比较好的薪水，甚至还可以自己创业那我们庚保更提供了这个小额的这个创业的贷款，让我们的更生人可以圆梦。根据资料，受刑人当中将近半数拢因为毒品入监，回到社会一定要面临侪难关。其中对餐饮奋斗有成的朱家宏，已经有法国蓝带总破赛背景，不断提升发光发热。另外，出国比赛摕金牌陈炳生嘛开创家己的事业，相当无简单。拢好朋友甲因算拢教一寡正确的观念安尼一寡讲。正确技术互因引导因，就是讲这个物件是安怎以后对家己真正有帮助的互因去兴趣，因就家己自然的去找去追求讲物件要做安怎迄就因的兴趣开始了，因就开始袂阁去接受因过的生活安尼啦。为了互社会了解更生保护会甲更生的朋友回归社会努力，嘛希望唤起幼稚，共同投入更生保护行列。鼓励更较侪更生的朋友站出来改变家己。今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卫生署针对着中秋节食品进行大稽查，台南知名普及食品，互查到有过期的原料。13号业者伫议员的陪同之下出面澄清，讲绝对无使用过期原料，嘛无互消费者食落巴肚。这30几档的信用，我是好了了拍开。我为着安尼，大家唔知影想讲我拢趁迄乌心钱，我根本我都无含什么物件都无，我开有用迄个过期的。普及食品头家相当无奈，被卫生局稽查到店内有过期原料，部分产品标示无清楚。虽然甘愿接受处分，但是30档来好名声已经受到影响。这么摕着拢敢若讲我是拢乌心的，拢用过期一档的来做。我感觉足心寒，我感觉卫生局是欠我一个公道啊。13号店市员詹培雅、林美燕、陈义珍、沈振东等人联合召开记者会，互普及食品出面澄清说明，为何库房内会出现这个原料。迄是真正人旧年人送来，迄个样品旧年中秋要做，阮都无用，拢无甲做。大安怎等伊你得甲讲，伊无采收啊，因为伊讲伫我经常找到，就是你下。保证绝对无使用过期的原料，也提出相片证明被查到的原料拢是全新，连贴拢也未贴，已经配合卫生局毁掉，但这阵仔一直被退回，业绩落了3成。事实上，确实上他们是没有开封的啦哈，让消费者查讲普及的品质啦哈。我想这个店家长久以来的声誉要维持，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哦。未来面对这个仓储的管理，一定要更加的谨慎哈。议员前后斗相共讲话，相信业者清白。中秋节卫生抽查，知名店家也是要小心，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一名19岁陈小姐因为颚骨发育异常，齿颚咬合差异有1公分外，连食饭拢比别人较慢。到基美病院治疗，接受手术了后，毋但得到改善，同时嘛改变外形，互生活更加自信。现代社会中，追求美丽已经成为真侪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颜面具伫塑造面型轮廓中为重要因素。面型的长短、看甲矮，以及对顶正大的部分，拢是取决上下颚骨比例大小。而正颚手术就是将颜面具的比例大小做调整，互整体外形更加美丽、更加协调。牙齿如果歪或脸型不好看，就是矫正嘛哈。
但是矫正动的是牙齿，所以它能够改善的很有限。你喙齿若无精济了，或是你的这个牙齿咬不到了，或是你可能一些觉得这个外观上还需要加强。但是科技的进步，我们知道其实很多这种功能的不好，或者是说这个脸型上的一些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部分，事实上是骨头造成的。所谓的骨头就是我们的颚骨，上面的牙齿就是上颚骨，下面的牙齿就是下颚骨，包括下巴跟一部分的颜面的骨头，跟鼻子、嘴唇。我相信这个以现在的社会来说，大家对于美的追求几乎是永无止境的啦。我想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外观不重视啦，我想都很重视。那正颌手术简单说就是借由改善这些骨头的位置排列，来去改善它的这个咬合跟功能，甚至于最后可以改善它的外观。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做得好的一定是这所有的部分都能满足这个大家的需求。所以简单讲，正颚手术，所谓正颚，它就是用手术的方式，用一些现代的科技，让我们的颚骨的比例能够改善到一个比较和谐、比较正常的比例。除此以外，基密病气球部更首创鼻翼基座缝合技法，有效改善鼻翼变宽以及鼻腔向挺情形。基密病伫正颚手术技术领域曾经真久，取得多项突破性的成就。目前也已经完成超过200例成功的正颚手术。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今年32岁陈柏宇伫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侪人帮助，因此决心嘛要成为志工。不过因为目睭看袂到，只好甲做志工的生活放下。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知影了后，特别替伊安排听课兼训练，最后顺利取得志工资格。拥有乙级按摩技术士证照，以按摩为生的陈柏宇，有感于成长过程中受许多人帮助，因此发愿当志工回馈社会。这次是他取得志工资格后的第一场服务，特别来到台南市志推中心进行按摩不求人课程，开启了他的志工之路。我们按摩母穴的时候，我们想象就是这个力道是往印堂的方向过去，就像力道会往这个方向过来。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肩颈、肩背的部分，比较基础的部分，让大家都平常就是比较累的时候，可以互相帮我们的朋友啊，或自己或亲戚、家人累的时候也帮忙互相舒缓，不用说是今天好累哦，已经很晚了，还要出去外面找人家按摩，变成说在家也可以帮家人的人做舒缓。回顾童年，陈柏宇出生在一个有先天性青光眼的家庭。小时候双眼正常，直到12岁开始发病，先是右眼看不见，24岁时双眼全盲，但他并没有因此被打倒，仍然乐观上进。我们家族蛮多人因为青光眼就看不见，我是12岁就发病了。那我到高中的时候右眼看不见，那到左眼完全看不见是24岁的时候。那我们家族青光眼，像我们家族就有6、7个人是完全看不见的。当初我想要来做志工，其实我一开始看不见也是不止家人了，还有很多的像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朋友都在鼓励我，也都会来。刚学出来手法没那么好嘛，他们也都会来关心我，然后让我做练习。而且到现在工作比较稳定，其实受到蛮多人帮助的。然后是因为之前也受过别人帮助，想说现在要来回馈大家，回馈社会一下。因为我能做的部分，其实我没办法开车看不见，但是我按摩是我的专长，说透过了专长来回馈给社会这样子。在得知陈柏宇想当志工的心愿后，台南市志推中心特别为柏宇安排线上课程，协助他听课及训练。柏宇最后也顺利取得志工资格。我们的陈柏宇志工他本来是视障者，可是他本来也一直想要当志工，那视障者要当志工是很困难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就社会局跟我们这个中心呢，来协助他，帮他做圆梦帮他完成这个志工的训练，让他取得志工的资格。那今天安排他呢，今天是免费的当志工的这个身份来教更多的志工们一起怎么样舒压按摩的一个部分可以靠按摩自立为生，陈柏宇感恩一路走来家人、同学、老师、朋友的帮忙，现在终于能够换他帮助别人。他说，未来公益活动中按摩不收费，也会持续配合志推中心举办按摩不求人课程，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
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全台上大的扭蛋店就开伫桃园，业者推出9公分的大扭蛋，开幕第一天就吸引节人潮。正式开幕，请剪彩。全台最大的扭蛋专门店正式进驻桃园市立图书馆新总馆电影院栋桃之道，有超过600个扭蛋机台，让扭蛋爱好者可以尽情扭起来。这也是日本扭蛋专卖店业者来台湾开展的第一家店。周末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众多人潮排队，大小朋友喜欢的各种 IP 几乎都找得到，欢迎扭蛋爱好者来转。これがアジアでは他の国でもオープンしてるんです。初めて台湾でオープン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お店を皮切りに GBO をもっともっと増やしていって、日本のガシャポンをきちんと伝える場所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面白さだったりを伝える場所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我们的 IP 产品其实是非常的多，那包含说星之卡比啊，或是钢弹啊，或者甚至是说那个面包超人，或者是最近比较红的一些像奇卡哇或是宝可梦之类这一类的产品，大部分我们全部的这里面都会找得到。那再加上说，还有一些跟一些品牌联名。超过600台的扭蛋机包含各种 IP 及原创商品，而最受到关注的就是9公分的卡比之星扭蛋，也是业者最新推出的扭蛋。另外还引进可以转出资料夹、海报、扇子、画板等的特殊机台，打破一般大众对扭蛋的印象，超级吸睛。面数があるいろいろなガシャポンの筐体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バラエティに富んだ商品、いろいろな IP だったりオリジナルの商品があります。その中で目玉の商品はですね、こちらの90スパイ、90ミリの新しい大きなカプセル、これはアジアで、世界で日本以外の国で初めて、こちらで販売になります。还有它的平面式的这种扭蛋，这样子其实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更好玩，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扭蛋，然后让我们来做引进，这样。开幕第一天就吸引大批人潮，不仅有人从早上8点就在现场排队卡位，许多年轻人一走进店里就直呼好赞。过去都要到日本才有这样的大型扭蛋专门店，现在台湾就有，真的超级开心。大概早上8点多过来排，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毕竟是第一个有这么大型的扭蛋，然后会想要去看一下，然后尝试看看，对啊。我觉得超爽的，因为很少看到台北就是台湾有这么多扭蛋，然后全部集中在这里。然后这边呢，我发现有各种 IP 的扭蛋，各种卡通的扭蛋都有，然后甚至就是那个还有什么资料夹，我刚看到有资料夹那种卡片的扭蛋也有，应有尽有。对，通常就是我们可能要到日本，或是飞到日本才能够玩。对，有这么完整的，所以看到很开心。扭蛋专门店位在桃园市立图书馆影城栋，超过600个机台，不仅是台湾最大，也是日本以外最多机台的分店。整体的扭蛋价位落在100元到450元之间，有各种形态、尺寸的扭蛋，让民众探索挖掘。喜欢扭蛋的民众千万别错过。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退休的生活真无聊吗？就有一群阿公阿嬷秉持着对音乐的热爱，伫退休了后成立乐团。每礼拜拢会斗阵练习，也阁会前往公益活动做演出。拉着二胡，乐手专注地演奏起轻快的音乐，欢乐的氛围感染了在场的嘉宾。不过，让人很难联想到的是，台上的每一位琴手都不是专职的演奏家，而是已经退休的阿公阿嬷。为了一圆音乐梦，他们自组乐团，并且透过不断的练习培养默契，一有机会就勇敢上场，分享他们的音乐和人生。他们就退休完之后，然后刚好有个时间，然后又想挑战自己，然后就完成以前未完成的梦想，对，然后所以就来参加我们这个二胡乐团。其实我们退休以后还是要找一些事情做了。那练二胡其实它有这个怡情养性的效果。
而且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二胡的音乐呢传播到社会上，也是算是尽一点社会上的责任。二胡乐团这一次受到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和台湾更生保护会的邀请，为这场更生人社会回馈种子服务体验观摩会活动做开场演出，希望用二胡的琴声铺成现场温馨和欢乐的气氛，也和众人一起分享美好的国乐文化。其实任何的事情其实就只有一个字啊，就是勤劳的勤。人家说天道酬勤啊，那你只要认真的学习，认真的练习，那你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他很开心来上课，对，然后来认识就是拉拉琴啊，然后跟好朋友讲讲话啊，他们也很开心，然后又挑战每天一点点的进步，对。看着台上每一位乐手的演奏，脸上都充满了自信和活力，这也为其他退休长辈树立起良好的典范。或许大家过去都忙碌于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学习新技能，但只要保持年轻的心，愿意找出目标，用心学，相信大家都一定能够再次开创精彩人生。记者舒焕君高雄报道。环境部甲海科馆合作，伫嘉南举办制造未来特展，开幕亮点是一场环保作秀，以拍规衫图、减买一领衫、永续循环、替地球做打算为主题，展现环保甲时尚的结合。这一场备受瞩目的时尚秀，由知名设计教父陈俊良策展与设计，共展出45套作品。整个走秀以透白、粉彩和灿银3大主题呈现，巧妙地融入基隆城市的特色和环境元素。仔细看看，模特儿身上的衣服、配饰都是循环再利用的资源。这个废弃物呢，它变成衣服，它最有可能的，比方说，它可能可以变成别针，它可能可以变成项链，要经常可以穿，可以洗。有时候这些面料，它的可能就像现在很多面料用保特瓶的纤维，它还是要抽成纱，它才有可能就变成纺织品。否则的话，这些现有的漂流木废弃物，它比较可能的还是只能做成装饰品。织造未来特展中，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咖啡渣转化为时尚布料的创新过程。10模特儿走秀团队的精彩演绎，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国际水准和未来感的视觉盛宴。服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帽子上面，在衣服，还有在包包上面，雨伞上面，我们都有这个陈普老师这是另外一个艺术家他所设计的造型图案，然后经过我的再改造，然后用一些回收的布料，然后重新再变成一个很可爱的饰品。那它会出现在服装的搭配大衣，然后或者 T 恤上面，还有在包包上面会出现。织造未来特展展现环保时尚的无限可能，凸显环境保护与时尚产业的结合重要性。透过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民众对于环境议题的关注，一起实现资源循环、零废弃的长远目标，一起推动台湾迈向2050年的净零转型。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最近天气非常的热，伫网络顶面就流传一张图，表示南部高温是因为供电帮，这是真的吗？专家出面解释讲，气候持续高温是受到全球暖化影响。高雄的夏天好像越来越热，最近社群网络就传出了一张图卡，表示南部的气温会这么高，是因为光电板装太多了，这是真的吗？我会觉得应该不会是真的，因为感觉跟天气，就是盖太阳能板跟天气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是联想，就是情感上的连结，不是真的，还没研究过。对，我觉得这个太直接了，不是真的。第一个是全球温升的一个议题，现在已经温升到1.5度了嘛，那第二个是这几年因为科技进步了，家家户户都有冷气，学校也班班有冷气，难免会把室内的热也都排到户外来，这个比例一定会造成都市里面温升的一个现象。原来又是假消息。
光电板的原理是吸收太阳辐射转换成电能，但以目前的转换能量效率，想要换成热能再来影响大环境的气温，其实是有困难的。天气变热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地球暖化的因素比较大。如果要装设一大片的光电板，要造成温升，这个在都市里面并不容易啊，不容易有这么一块那么大的地。第二个，热量守恒原理哈。照在地球表面的阳光啊、热度啊、等等之类的，它不容易因为装设的物质有太大的变化，总热量还是大致会留在地球表面。根据事实查核中心辟谣，国外有研究指出，在特定区域的太阳能板会造成温度上升，但与台湾的环境相差了许多。而且专家也分析，火力发电造成的热岛效应远比光电带来的热量还要高出许多。提高绿电的使用率，反而还有机会降低整体环境的气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第一个光电板在现在这几年的那个转换效率是非常高。第二个，它在转换的过程中是把光转成电，它发的热非常少啊。如果我们同样以火力发电厂来比，火力发电厂要发1度电，所产生的热大概是光电板数十倍的一个热量产生。近年因为全球暖化、极端气候越来越常见，除了减碳防止高温持续上升，面对网络假消息也要有媒体识读的能力，以免被假消息骗到中暑头昏昏。记者孙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3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